乡亲啊，这个农作物嘛，上届真食力。森林哪来的木瓜，毋是倒长，无就是落果生果。当地农民讲损失惨重，因为高雄的木瓜有风列入去天然灾害救助的项目有来补助，所以森林的木瓜农嘛积极向中央要来争取天灾的补助。看过高雄内几土块木瓜，全部拢浸伫水内，毋是生果就是烂去啊！还佫有伫树仔顶的果实嘛有水伤，影响着卖相。毋是干涂骹只。你目甲看好内底拢。哇！是啊，哭咧落，哇！最好天都拢烂去。另外，倒长的问题嘛，互农民头痛。即摆毋是干安尼尔，即摆是佫好天落了，会佫害佫较严重。这好天落了后，这叶仔共款佫连落哦，这足严重的。连续几工来大雨，造成森林哪来木瓜受损，初步统计占2成。哇，这片安尼哦。对。我看这啊这。对。这收起就唔知无够成本啦。安尼吼。高雄的木瓜受损已经列入天然灾害救助，农民嘛有向中央争取，希望会当得到补助。农委会已经正式列入救助的项目，希望会当互农民的损失降到上低。